巴黎奥运的比赛已经比一半咯，8月11就要结束。咱国代表团的选手嘛已经陆续回国，留岛的选手杨永伟等人今仔早起嘛转来到台湾，有真侪民众去机场迎接。杨永伟煞来会去台湾体育大学来教册。另外，摕到羽毛球男双金牌王泽林跟李阳是按说明仔载会转来到台湾。欢迎回家。一大队马将摕布条伫机场在接机。巴黎奥运的比赛热烈在进行，咱的代表团已经结束赛程的选手小连线转来台湾，车落包括柔道好手杨永伟、台湾蝶王王冠宏等人，一透早就到国门，包括教育部处长等人拢到场来接机，感谢选手真辛苦的付出。大家的表现，我们台湾的民众都非常感谢大家哈。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哈，继续为国争光。已经摕到硕士学位的杨永伟，嘛会互请去台湾体大做助理教授级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希望借伊的专长，替国家来培养更较优秀的柔道人才。即摆替台湾摕到奥运羽球男双金牌的林优佩，搁一摆替国家来拼公赢，各界对王泽林的感情世界和后壁的发展是真好奇。不过，伊的爸爸车落受访的时阵讲，因囝已经30岁啊，感情的代志是尊重伊的决定。小孩的私事哦，他已经30岁了，30而立，哦，请不要再问我，哦，我是尊重这个小孩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身为父母，是从小到大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。因为王泽林的爸爸目前搁伫东吴大学做中文系兼任教授，对王泽林的教育和训练是完全袂凊彩。对林优佩特别解散，土地银行宣布讲，未来的 partner 是21岁的曲尚杰。两个人安怎磨合？王爸爸嘛是表达讲尊重教练和尊重专业的态度。我想跟所有一心想要栽培小孩能成功的人来讲一句话：尊重专业，充分授权。我看到很多家长都是我出钱是老大，然后呢对这个学校啦，对那些教练讲东讲西。因为李阳特别伫今年台北羽球公开赛了后，对选手的身份隐退，未来有可能去国立体育大学做副教授。不过两个人暗算明仔初7坐飞机回来台湾，上紧会伫17合体参加木蝶杯的比赛，上尾王泽林会过来出国比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